在台湾有68%的60岁以上长者表示，他们经常在凌晨3点突然醒来，而且大部分的人并不知道，这其实是皮质醇失调、心血管功能衰退以及夜间中风风险的早期警讯。如果你现在关掉这支影片，很可能会错过身体发出的最早期心血管警讯。这是我在临床上看到大多数病患都会误解的信号。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数字1，如果没有，请打数字0。现在让我来解释为什么凌晨3点醒来这件事绝对不是巧合。凌晨3点正好是人体皮质醇突然飙升的时间点。当皮质醇升高时，心跳会加快，血压会瞬间飙高，原本平稳的睡眠就这样被打断了。为什么60岁以后这种情况会变得更频繁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变得更加敏感，血管也变得更僵硬，失去了年轻时的弹性。凌晨3点醒来为什么这么危险？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心率容易出现不整，交感神经的活动会突然增强，同时体内的微血管也开始出现发炎反应。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长期累积下来，会对心脏造成极大的负担。在台湾的生活形态中，有许多因素都会加重这个问题，比如说夜尿让你半夜起床，经济压力让你睡不安稳，帮忙照顾孙子让你身心疲惫，还有许多人习惯在下午喝茶聊天。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习惯，其实都在悄悄影响你的皮质醇分泌。但是请你放心，这不是因为你的身体变弱了，而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生理机制自然发生了变化，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正常过程。接下来我要告诉你5种食物，这些食物可以帮助你稳定皮质醇的分泌，让你恢复深层睡眠，同时减轻心脏的压力。现在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发生在台北某间医院心脏内科的故事。那天是一个普通的夜班，时间大约是凌晨3点27分，急诊室的警铃突然响起。我快步走进病房，看到一位67岁的男性患者，他的名字叫林开明。林先生当时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冷汗，他一手按着胸口，呼吸急促，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痛苦。我立刻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林先生喘着气说：“医生，我只是起来上个厕所，结果心脏突然跳得好快，好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一样，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我们马上为他接上心电图监测，当时的数据让我印象深刻。他的心电图显示有心律不整的迹象，抽血检查发现他的皮质醇浓度异常升高，血压也高达169/98。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他的身体正处在极度紧绷的状态。林先生一直以为半夜醒来只是年纪大了睡不好而已，他完全没想到这竟然是一个危险的警讯。他告诉我，最近这几个月，他几乎每天凌晨3点左右就会醒来，然后就很难再入睡。他以为这只是失眠，所以没有特别在意。经过48小时的密切观察和检查，我们排除了心肌梗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发现林先生的问题出在皮质醇的异常飙升以及压力调节系统的紊乱。这个发现让我开始深入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长者会在凌晨3点醒来？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也观察了许多病患的生活习惯。我发现在台湾这个现象比其他国家更普遍，这跟我们的饮食文化有关。很多人习惯喝茶、喝咖啡，而且晚上的活动时间比较晚，这些生活形态都会影响皮质醇的分泌节奏。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临床观察，我终于找到了5种食物。这些食物可以有效地修复肾上腺的功能，改善血管的健康状态，帮助像林先生这样的病患重新找回安稳的睡眠。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皮质醇会在夜间影响你的心脏。当皮质醇在夜间异常升高时，你的心脏会开始加速跳动，血管会收缩变窄，这时候大脑会接收到一个讯号，认为身体正处在危险状态中。如果这种情况每天晚上都发生，长期下来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首先，你的血压会持续偏高，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也降不下来。接着，微小的血管会开始出现阻塞的现象，心率也可能变得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更严重的是，这还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让你提早出现毅力衰退的问题。那么皮质醇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皮质醇就像是身体的闹钟，它的主要功能是在早晨叫醒你，让你有精神开始一天的活动。但是当你超过60岁以后，身体自我调节皮质醇的能力会下降40%到60%，这就是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睡眠品质会变差的主要原因。在台湾有几个特别常见的因素会让皮质醇在夜间异常升高。第一个是下午2点以后还喝茶或咖啡，很多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但是茶和咖啡里的咖啡因会刺激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影响晚上的睡眠。第二个因素是吃晚餐的时间太晚，如果你在晚上8点、9点才吃饭，而且吃了很多淀粉类的食物，比如白饭、面条，这个会让血糖在半夜的时候波动，进而影响皮质醇的分泌。第三个是家庭压力，许多长辈都在帮忙照顾孙子，或者担心子女的工作、经济状况，这些心理压力会让交感神经一直处在紧绷状态。第四个因素是缺乏运动，如果平常很少走动，血液循环不好，身体就更难在夜间进入放松的状态。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血管僵硬，随着年龄增长，血管失去弹性，这就是医学上说的动脉硬化。当血管变硬时，心脏需要更用力地把血液送到全身，这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也会让皮质醇更容易在夜间飙升。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皮质醇是可以透过正确的饮食来调节的，而且完全不需要吃药。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5种食物，它们可以减少微血管的发炎、反应，放松血管的收缩，降低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同时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当你的皮质醇升高时，血管会突然收缩，血压就会飙升。这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心跳变快，身体微微发抖，甚至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黑巧克力里面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黄烷醇。这个成分可以增加身体里一氧化氮的生成。一氧化氮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让血管放松、扩张，这样一来，心脏在夜间的压力就会减少。除了黄烷醇之外，黑巧克力还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这些多酚可以减少肾上腺的氧化压力，帮助肾上腺恢复正常的功能。要知道，肾上腺就是负责分泌皮质醇的器官，如果肾上腺的功能不好，皮质醇的分泌就会失掉。那么要怎么吃黑巧克力才正确呢？每天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吃1小块黑巧克力，大约20到25公克就够了。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呢？因为下午2点到3点正好是皮质醇开始出现波动的时候，在这个时间吃1点黑巧克力可以帮助稳定皮质醇的节奏。选择黑巧克力的时候，一定要选可含量在70%到85%之间的，而且糖分要越少越好。
如果你买的黑巧克力吃起来很甜，那就不对了，因为糖分太高反而会有反效果。在台湾，很多人喜欢一边喝菊花茶一边吃点心，你可以把黑巧克力搭配无糖的菊花茶一起吃，这样的组合非常适合。很多病患跟我反映，他们每天只吃一小块黑巧克力，持续2个星期之后，就明显感觉到晚上的睡眠变深了，半夜醒来的次数也减少了。记住，重点不是吃很多，而是要吃对的种类。只要选对了黑巧克力，每天1小块就能看到效果。当心脏的微血管出现发炎反应时，身体会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来对抗这个发炎状态。但是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皮质醇越高，发炎越严重，发炎越严重，皮质醇又继续升高。石榴汁里面有一种非常强效的抗发炎成分，叫做桉石榴苷。这个成分专门针对微血管的发炎反应，可以有效地减少血管壁的损伤。除此之外，石榴汁还可以减少肾上腺的氧化压力。当肾上腺的压力减轻了，皮质醇的分泌就能回到正常的生理节奏，不会在半夜异常飙升。石榴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减少动脉粥状硬化的斑块。这些斑块会让血管变窄，增加心脏的负担。当斑块减少了，血液流通更顺畅，心脏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要怎么喝石榴汁才正确呢？每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时候，喝120到150毫升的纯石榴汁。记住，一定要选择100%纯的石榴汁，不要买那总有加糖的果汁饮料。如果你买回来的石榴汁标签上写住添加了糖或其他成分，那就不适合。有些台湾的长辈可能会觉得纯石榴汁太酸或太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可以用1:1的比例加1点开水稀释，这样喝起来会比较顺口。但是千万不要自己再加糖进去，因为糖分会抵消掉石榴汁的好处。很多年长的病患跟我说，他们开始喝石榴汁之后，晚上比较不会突然醒来，而且半夜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了。有些人还说，他们早上起床时感觉精神比以前好很多，不会再有那种头昏脑胀的感觉。当你超过60岁以后，身体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会下降50%到70%。一氧化氮是什么呢？它是一种让血管放松的重要物质。如果身体里的一氧化氮不够，血管就会容易收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凌晨3点突然醒来的原因之一。甜菜根里面含有大量的硝酸盐，这些硝酸盐进入身体之后，会转化成一氧化氮，帮助血管在夜间保持放松的状态。当血管放松了，血压就不会突然飙高，心脏也就不会突然剧烈跳动把你惊醒。除了硝酸盐之外，甜菜根还含有一种叫做甜菜红素的成分，这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抗发炎物质，可以减少全身的慢性发炎反应。那么要怎么吃甜菜根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呢？你可以每天早上喝70到100毫升的新鲜甜菜根汁。如果你家里有果汁机，可以把甜菜根切块之后榨成汁。如果你觉得甜菜根汁的味道比较特别，不太习惯，那也可以用蒸煮的方式，把一颗小的甜菜根跟胡萝卜、地瓜一起蒸熟。这样的吃法比较符合台湾人的饮食习惯，而且蒸过的甜菜根口感也比较软，比较好消化。不过我要特别提醒，如果你曾经有肾结石的问题，在吃甜菜根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因为甜菜根里面含有草酸，对于容易长结石的人来说，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的量。很多病患在吃了1到2个星期的甜菜根之后，都跟我反映说，他们的睡眠节奏开始变得比较规律了，
半夜因为心跳加速而惊醒的情况也明显减少了。当皮质醇长期维持在高浓度的状态时，血管会开始出现慢性发炎，血管的弹性也会逐渐下降。血管一旦失去弹性，就像一条已经老化的橡皮筋，没办法正常的收缩和放松。这时候，你的心跳在夜间就会变得不稳定。深海鱼类，特别是野生鲑鱼，里面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可以修复血管的弹性，让血管恢复年轻时的柔软度。同时 ，Omega-3 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过度活跃，帮助身体在夜间进入真正放松的状态。除了 Omega-3 之外，鲑鱼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于稳定褪黑激素和皮质醇的分泌非常重要。很多人不知道，维生素 D 其实不只是帮助骨骼健康，它还是调节睡眠节奏的关键营养素。那么要怎么吃鲑鱼才对呢？我建议每个星期吃2到3次深海鱼，最好的选择是野生的阿拉斯加鲑鱼。但是我知道在台湾要买到野生鲑鱼可能不太容易，价格也比较高。如果买不到野生鲑鱼，你可以选择蒸鱼或者竹侧鱼，这2种鱼在台湾的市场很常见，而且同样含有丰富的 Omega-3。烹调的方式也很重要。最好的方式是清蒸或者用少量的油轻煎一下，千万不要用油炸的方式，因为高温油炸会破坏 Omega-3 的结构，反而会产生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很多年纪大的病患跟我说，他们开始规律吃深海鱼之后，晚上比较不会感觉心悸了，躺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再有呼吸困难的感觉。有些人还说，他们早上起床时，胸口不再有那种闷闷的压迫感。当肾上腺和微血管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时，皮质醇在夜间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会让你的睡眠品质变得很差，半夜醒来好几次。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面含有大量的多酚类物质，这些多酚可以减少全身的慢性发炎反应，同时稳定血管内皮的功能。血管内皮就像是血管的保护层，当这层保护层健康了，血液的流动就会更顺畅。橄榄油里面还有一种特别的成分，叫做油橄榄刺激醛。这个成分的抗发炎效果非常强，就像是天然的消炎药，但是却没有药物的副作用。研究发现，它的抗发炎效果跟布洛芬很类似，但是更温和、更安全。最重要的是，橄榄油可以修复受损的血管，减少身体在凌晨3点时出现的警报反应。当你的血管健康了，身体就不会在半夜突然进入紧急状态，你也就能睡得更安稳。那么要怎么使用橄榄油呢？每天使用2到3汤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记住，千万不要把橄榄油拿去高温烹煮，因为高温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最好的方式是在煮好的菜上面直接淋上橄榄油，或者加在凉拌菜里面。在台湾，很多人喜欢喝清粥配小菜，你可以在煮好的白粥上面淋一点橄榄油，或者在蔬菜汤放凉之后加一点橄榄油。这样的吃法既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又能充分保留橄榄油的营养。许多60岁以上的病患在连续使用优质橄榄油6到8个星期之后，都明显感觉到夜间心悸的情况减少了，早上起床时的头痛也改善了，醒来时心跳加速的现象也不再那么频繁了。很多病患跟我说，他们明明已经按照我的建议吃了那些对的食物，但是为什么皮质醇还是居高不下，晚上还是睡不好呢？后来我仔细询问他们的生活习惯，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原来他们虽然吃对了食物，但是却同时保留了一些会破坏皮质醇分泌节奏的坏习惯。第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在下午3点之后还在喝茶或咖啡。很多台湾的长辈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聊天，一壶茶可以从下午喝到晚上。但是茶和咖啡里面的咖啡因会持续刺激肾上腺分泌皮质醇，影响晚上的睡眠。第二个问题是吃晚餐的时间太晚，而且吃了太多的淀粉类食物。如果你在晚上8点、9点才吃饭，然后又吃了一大碗白饭或者一大盘炒面，这会让你的血糖在半夜的时候剧烈波动，连带影响皮质醇的分泌。第三个问题是睡觉的环境，有些人睡觉的时候房间太亮，或者睡前还在滑手机，光线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褪黑激素不足，皮质醇就会失掉。如果你能改掉这些习惯中的1到2个，再搭配我刚才说的那5种食物，通常在2到4个星期之内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善。在凌晨3点醒来，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也不是因为你运气不好，这是你的身体在对你发出警讯，告诉你现在该采取行动了。在一切都还来得及的时候，还记得我刚才跟你分享的林开明先生吗？在经过3个月的饮食调整之后，他现在已经很少在半夜醒来了。他告诉我，他现在每天晚上都能睡到天亮，早上起床时感觉精神饱满，就像年轻了10岁一样。他的血压也稳定下来了，不再需要增加药物的剂量。我想告诉你的是，皮质醇是可以降下来的，你的深层睡眠是可以恢复的，你的心脏是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的，这一切都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如果你的父母、你的叔叔阿姨或者你认识的任何人也有在凌晨3点醒来的困扰，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因为这些资讯真的可以帮助他们改善健康，甚至可能救他们一命。现在我希望你能做3件事情。第一，从今天开始选择我刚才介绍的5种食物中的至少1种加入你的日常饮食，不需要全部都做，先从1种开始就好。第二，如果你也有在凌晨3点醒来的困扰，请在下面的留言区写下我常在凌晨3点醒来，这样我才知道有多少人正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也可以在未来的影片中提供更多针对性的建议。第三，如果你希望我继续讲更多关于改善睡眠、保护心脏的健康知识，请记得按下订阅按钮。下一支影片我会告诉你4个最常见的错误，这些错误会让你的皮质醇在夜间暴增，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正在犯这些错。谢谢你看完这支影片，祝福你今晚能睡个好觉。